后来，这个美国的总统大选，就伫明仔载11月初3要来投票，总是超级的礼拜日。这川普甲拜登拢来锁定着摇摆州，强力来造势。随着大选愈来愈瓦近，各地嘛出现一寡警民的冲突。另外，美国人是正惊讲，这个选举了后会来起内乱，讲宾州买枪的民众加真济。 美国总统大选的日子愈来愈瓦近，川普甲拜登的支持者嘛拼甲愈来愈狂热，甚至有示威民众甲警员发生冲突。发生警民冲突的所在，毋哪一位伫纽约，原来有示威民众甲警察 QQ 搦搦。根据当地媒体报道，示威民众为着阻挡川普的支持者车队经过纽约，所以徛出来抗议，落尾上少有11个人被逮捕。 选前的上落尾一个礼拜日，寻求连任的美国总统川普甲民进党候选人拜登，拢在做最后的努力。川普一困头啊，就走5个州的邮票，希望下当得到更较侪的支持。Joe Biden is a corrupt politician who bought and is paid for. Look, he's bought and paid for by China. 那拜登只是走去宾州，除了攻击川普的防疫政策以外，佫咧斗讲伊根本就是俄罗斯的咖喱翁啊。 This president portrays himself as a tough guy, macho man. Give me a break. But this is a president who won't even stand up to Vladimir Putin for putting bounties on the head of American soldiers serving in Afghanistan. 大选愈来愈逼近，部分的支持者行为嘛愈来愈激烈。有一架拜登竞选团队的巴士，30号要前往德州的时阵，煞去互川普的支持者车队包围，只好取消原本的造势活动。另外，伫宾州卖枪的业者指出，最近因的枪卖了特别好，这原来反映当地民众实在真烦恼，大选了后可能会出现无法度控制的乱象。